鳌拜不是给自己讨小老婆呀，是在帮康熙那个小皇帝调教小老婆呀。这个鳌拜一边给皇帝下毒，一边给皇帝挑选美女，还真是软硬兼施啊。这地方不能久待，我得赶紧离开，去船上等诸葛哥他们。元州知府穆泰大人有我明晚相见，就在你的春风院，还请妈妈提前安排一下。官人放心，奴家一定安排妥当。有劳妈妈了。知府大人，穆泰，不就是我们要绑的孙福吗？是你？不是我！你假扮船夫跟着我，又来偷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饶命！你先松开我！说！我说，这小的就是一个跑船的，我这送客官来这儿，这春风院我也不知道这春风院是哪儿，我这一来才发现，春风院是个妓院，我就想小的我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我就进来，但小的穿的这身吧也不是熟客，没什么人招待小的，小的就在这2楼瞎晃悠，这晃悠着，就看见屋里有好多金银酒器，我就想伸手拿几家，结果小的错了，这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只是为了偷东西，没有别的企图？小的糊涂，都是小的一时糊涂，这偷的东西都在这儿呢，您看看，都在这儿。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。客官，小的真是一时糊涂，偷的这些都给您了。还有，之前客官赏给小的这一并还给您吧。哎呀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。小的家里还有5旬的老母，还有7旬的祖母呢。您就看在小的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的就先走了啊。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身上真的什么都给您了，您不信您搜，但您千万别带我去见官啊！带你个小毛贼去见官，我没那个闲心。不过，你一个小跑船的，居然会武功？我这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船帮兄弟都会练点，但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，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？妈妈怎么看呢？一个穷跑船的，教训一顿就放了？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，这丫头鬼着呢。丫头？你没看出来呀？这是个姑娘，还是个厨呢，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，你胆儿够肥的呀！来人，把这女贼给我抓起来！走！干什么呀？进去！